選擇魚油咧，主要有3大準則。第一個咧就係魚油嘅純度，魚油咧純度越高咧，代表住有益嘅成分 Omega-3 含量越高。建議翻咧揀翻純度係達到80% 以上嘅魚油，咁先達到咧護心補腦嘅功效。而第二樣嘢要留意咧，就係魚油嘅形態。選擇 RTG 型嘅魚油咧，一般嚟講純度都會超過90%，而吸收率都會比傳統嘅 TG 型咧高3倍。相對嚟講咧，比較容易消化同吸收，魚腥味都會可以少啲㗎。而最重要咧就係安全認證。食魚油咧最擔心咧就有害物質超標嘅問題。選擇一啲嘅純正海域小型魚來源，例如係一啲秘魯啦、挪威啦嘅海域咧，係保證魚油物質好㗎。另外選擇獲 IFOS 5星認證嘅魚油，係通過一連串嚴格嘅檢測，包括咗係 Omega-3 嘅含量、純度、重金屬同新鮮度檢測，係屬於國際魚油界別最高級嘅認證，咁就可以安心食用啦。